點解咁多老闆中意喺香港註冊公司？香港有750萬人口，但係就有320萬嘅公司喎。香港註冊公司其實究竟有啲乜嘢優勢呢？先至令到咁多企業喺過去喺香港註冊公司呢？我用1分鐘嘅時間同你分享一下。首先，香港係全球金融中心，佢嘅自由貿易環境同埋完善嘅金融設備呢，甚至乎喺法律嘅體系呢，都係全球公認嘅。呢一個呢，就係非常之吸引創業者嚟到呢一度註冊公司嘅重要原因。其次呢，就係香港嘅稅務負擔其實非常之低，作為全球嘅稅收係最低嘅地方，香港呢，只係設咗企業所得嘅稅項、個人所得嘅稅同埋印花稅3個稅項嘅啫。特別係呢，佢根本就冇增值稅，咁樣就係為咗令到企業節省咗好多嘅成本。除此之外呢，香港政府仲要為中小企提供咗好多嘅稅項扶持同埋補貼，好多初創企業甚至乎佢可以有免費嘅優惠添，稅項嘅優惠。第三，香港公司註冊嘅流程非常之簡單，一個人就已經可以註冊公司㗎喇，起名同埋非常之自由，同埋政府審核嘅程序非常之快捷，最快可以6個鐘頭搞掂。第四，香港公司每年需要進行一次嘅年度同埋報稅呢，係唔需要有辦公室，又或者係亦都唔需要有專責嘅會計，咁樣喺人力成本係慳咗好多㗎喇，幫好多企業。第五呢，就係香港公司開銀行戶口呢嘅自由度非常之大，香港嘅銀行可以自由收取款項，而且呢亦都支持自由收取款項，包括咗美金啦、日元啦、英鎊啦、人民幣啦，亦都多到係有13個國家嘅常用貨幣呢都可以自由兌換嘅。佢哋收取嘅款項嘅手續費非常之低，亦都係全球最低嘅，令到更加多嘅企業覺得方便同埋經濟。最後，香港有良好嘅融資環境，佢嘅融資環境同紐約啦、倫敦啦係平齊嘅，亦都成為咗3大金融中心。企業融資嘅制度非常之完善，而且融資成本又非常之低，為好多企業提供好有力嘅保障。呢一個亦都係好多內地企業嚟到香港上市同融資嘅原因。